大家好，我係小龍啦。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放榜前夕嘅感受。咁唔係想講你考得好定係唔好啊，因為你考得唔好呢，或者你冇俾心機讀過呢一年呢，你份成績表已經都俾咗好大嘅壓力你，俾咗好大嘅創傷你㗎啦。即係去責罵你呢都冇咩意思。考得好嘅更加恭喜你啦！即係我都希望我全部學生都考得好，一剔過都入到大學咁樣。咁反而我想睇一睇，如果你話爭啲分數入唔到大學喎，譬如今日出咗 stat 話22分先入到 U 咁樣，你21、16、17咁樣各樣嗰啲點算呢？一般你得兩條路㗎啦，有阿蘇有high dip 呢個我當一條路啦，第二條路就係重讀啦，即係讀翻 DSE 嘅。我個人就會優先選擇重讀嗰條路。點解呢？因為先講下阿蘇 high dip 嗰度點樣先啦。你入去讀嘅嘢呢，就係一啲大學程度嘅嘢啦。你未係大學生喎，讀啲大學程度嘅嘢啦。然之後入面有啲 O-Cam 啊，有啲上莊啊，各式各樣嘅誘惑啊，好多大學5件事啊、6件事啊，嗰啲咁嘅東西會令到你做啦。咁當然，如果你話阿 Sir 冇乜所謂啦，讀完嗰2年之後，我屋企人都照顧我啦，我富二代或者女同學我俾人包養㗎啦，咁我都去選美咁嗰啲另計啦。我想 focus 喺如果話立志讀翻大學入翻 UGC 嘅學生，如果你真係咁立志嘅話，而你亦都揀咗副學士 high dip 阿蘇或者我哋 space 呢啲路 Poly-CC 啊 CCU 啊呢啲路嘅話呢。咁希望你入到去嘅時候專心一致，淨係為你個學位，你日日都係咁諗要入大學，其他嗰啲咩5件事嗰啲唔關你事嘅，因為你個目的係入大學，入咗大學先做大學5件事，你未係大學生都唔好做嗰大學5件事。如果唔係呢，你好想入大學嘅時候，你讀咗2年之後俾咗10幾20萬出去，咁你譬如你會發覺我同一個譬如中六畢業 DSE 冇乜分別咁樣，咁啊非常之灰嘅。咁所以我唔 prefer 呢條路，呢條路難行，個自制能力要更加高啊，有咁多活動誘惑，而且讀嘅亦都難啲，咁亦都啲人陰險啲，你啲對手你啲朋友，咁所以我會 prefer 重讀。重讀當然都有難度啦，你條路都難㗎啦，喂大佬有條易嘅路去做，個個都入晒大學啦。重讀難係難在時間表，你自己重讀㗎嘛，咁你一日到黑個時間表係點樣呢？各樣你點樣 set 呢？即係點樣温書？冇人再提你温書喎，冇人出通告俾你啊，冇人出 exam 俾你啊，你重讀。咁以往重讀嗰啲，譬如跟住我哋3件蛋散咁重讀啦，又或者就同自修室拍拖咁住喺自修室啦，紮個營喺自修室出面，跟住每日喺入面呢9點半坐到夜晚10點半咁樣狂咪。成年就係得一個諗頭，就要入翻大學咁樣嘅。咁無論你係即係失敗又好，成功都好，我都唔希望你用呢2個字嚟定義自己。你唔會失敗一世㗎嘛？就算你喺度話阿 Sir 我真係失敗，我入唔到 U 啦咁樣，我分數唔夠，你真係失敗，又點啫？咁你人生都失敗1、2次，咁都好抵啫。人生咁流長，聽日你可以喊，可以大聲喊，但係你唔可以放棄自己嘅，因為你放棄咗自己就輸晒㗎啦。你聽日可能真係輸咗半場啫，90分鐘入面你輸咗半場，你仲有下半場，仲有加時，最後互射12碼。只要你唔放棄自己，你就可以好似我 Wall Post 上面嗰啲學生咁樣呢，入翻大學。即係你可能1年入翻大學無縫接合，第2年直接係 Year 2，或者你 retake 一 take 過入翻大學咁樣。冇人會知㗎嘛，所以你呢一刻你唔好太驚。雖然我知我叫你唔驚，你都驚到撲街㗎啦。咁總之聽日千萬以後都係唔好放棄自己。你行邊條路你就全力用盡全力撲上去都要行，跪喺度都要行晒佢，就係咁。有唔掂記得揾我哋3個啊！